啊？啊？拿不到啊？那培培拿不到啊？你拿不到？拿不到玩具了？你拿不到啊？搞多个呗，搞多好多了。哎来。那谁翘了，然后他回去上夫，那谁？你什么？他很有名。哦，你听不听？他什么？李夫谁？然后呢？哦，那么有名。我去大陆当很大的官了。在台湾当小兵，然后台湾，然后卖情报给台湾，对不对？被大陆扣留了。看来军事游戏乐军校啊，还没和军校上广告，可以哦。只是单纯的落水意外，却发现死者身上是伤痕累累。调查后才知道，生前曾被同学殴打，受虐后被以重责，因此逮捕了2名主嫌，至于其他共犯，警方还在深入调查。而此新闻会是否透露了？我们会访问的是河东人民法院的原来不可色情和暴力化工吗？嘉义市议会副议长洪金良涉嫌经营色情踏本，那么警方的台南县的检警双方根据长时间的跟监搜证之后，今天凌晨突然检查了这家2到3年的多金超粉女郎，同时也把涉嫌在幕后经营的侯金良逮捕。嘉义市议会副议长侯金良经常凌晨遭到警方逮捕，这是因为他们涉嫌雇佣这些妙龄少女在经营的泡泡当做一钢管秀。有巡逻的，这个坏掉了啦。巡逻的这种钢管秀，表演，逮捕到嫌疑人何金良等人涉嫌经营色情的营业。这家被破获位于嘉义市西荣路上的伊势带。哎，这个红烧户哪时候被调到那里灌的？调查，调到鸡肉店。应该就是侯金良。啊，为什么他可以当店长？侯金良以经营色情旅游业起家，这次生涯从市长往上窜升到现在成为嘉义市副议长。由于弟弟侯其旭是地方角头老大，因此形象他比较贴手不清。而对于外界传言，家属出面为他喊冤。这是完全是无公平哦，我是有的一周刊吧。经营色情套，因为一周刊的报道而被念，也让一周刊的办公室遭到不良分子砸毁。检察官对于这起回损案也同时加以调查。侯金良是幕后的。你再留一片哟，啊，你留一片哟。啊！这个天天可以，那可能你电话来休息完了，所以好了就。哎呀，我留一片哟。他曾经在立法院里头殴打的立委李庆安和李庆安的家人以及社会大众道歉。这起打人事件发生在去年的3月28号，当时在立法院第7会议室的教育委员会里头，李庆安正在质询教育部长曾志郎有关于景文技术学院的事情，省由不住因为不满李庆安的质询内容就动手打人了。那么在今天看到这一份道歉启事之后，李庆安说他会和律师研究，要考虑撤销对罗福地的伤害告诉。
赔了，我赔到了大哥大。出的不诙谐过去，希望大家能够帮他找到凶手。丈夫的遗体还在屋子里，妻子曾用守在门外一整夜，看到检察官来验尸，哭到几乎晕厥。她怎么想都想不透，丈夫刚刚申请外出带人和招租的房子，怎么会？我是刘一佩啦，你是谁？啊，我是刘一佩啊。啊，培培啦，我是培培啦。啊，我培培，你讲我培培。啊，刘一佩啦。我刘一佩啦，你想啊？喂，喂，你刘一佩啊？啊，刘一佩啊？你叫刘一佩啊？啊，少年的你敢刘一佩？是无？是无？你是咪刘一佩？你是咪刘一佩？你是咪刘一佩？公民先生表示，他们大约在5点左右接获银行刷卡6万的征信电话，才知道老板已经遇害。本头家因就讲去到工会办的，经过来看，看卖啊，去到2点了，就看阮头家去咧楼顶啊，就手红白啊，是5楼，就本来就用走了。死者邱男的脖子被杀了1刀，升级气管，怀疑是致命。真好命！宣布为期24小时的木屋装潢创作比赛正式开始。来自南投县市走读家族大概赛者准备了纸笔及各式器材。目前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是脸色比较黄，而且打运动量可能看到发白啊那个，他说留下来肚子痛啊，可是休息一下子就好了。小妹妹的情况在医师的检查下，发现原来是心脏病中的心房中隔缺损。有些妈妈还以为是小孩子吃不胖的小问题。医师表示，国内首度对全县的国中小学童做心脏筛检，发现心脏病童的比例偏高，发生病例是11300多人，差不多是每1000人当中有24位有心脏病的心脏的疾病。跟过去来讲，过去是8%，啊可以，还有可以。24，所以是过去的3倍左右。其中小朋友因为困难影响智能发展，医师提醒家长要提高警觉。第一个就是外观的异常，好，第二个就是小孩子有心脏的杂音，好，第三有没有发汗的情形，第四生长发育严重迟缓，第五反复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这样的情形都应该来寻求医生。我要出去了，拜拜。也被中小校务老师拜拜。病童的特殊情况，因此医院特别针对台中县的所有老师进行心脏拜拜啊！希望早日发现，早日治疗。喂，拜拜。重大的民法修正案通过，3个开展定案，因为这里面有所谓通称的反制包人条款。民法亲属编今天修正3个开版定案，这里面重要的精神包括了吵吵嚷嚷的自由处分金，今天并在条文里面，夫妻可以协议做家事呢，可以分到1部分的另外，台商分别财产，另外台商包二奶的配偶可以追讨被移转掉的财产，这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在修正的3个草案里面，明定丈夫或太太的民法亲属篇里面，由丈夫全权管理的联合财产基金成立。因为有关妇女权益的民法亲属篇修正条文3读过关，像是大陆明文保障二奶的财产权，台湾也有反制条款保障原配。你只要发现他对方有包二奶，而且又把台湾的财产移到大陆去，立刻提请这个法院要处分他的财产，来1人1半来做立刻处分。那张一有恶性或者是包二奶的时候，往往就对不对？太太就都是对不对？太太有权利来提出要求，那个脏脏的，搁咧食，不是这个财产，都要摕衫啊，叫人提我财产改为各自管理的分别财产制，两性平权有迈进步。而在审查中引起男女地位决战的交易机制过关，但是这里没有证据。这个我觉得这是历史。真复原味，真正顶级的酱油。流行音乐会，还有盛大的烟火表演。尽管3号清晨英国白金汉宫的西厢传出火警，不过英国女王登基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夫婿爱丁堡公爵陪同下，英国女王先欣赏了民众的大游行，并走进人群。静静，只亲近，吸一口气。
说今天要上法庭的话，我看不必上法庭了，就直接诉诸离婚。065、4、5、6、7、8、9、10，来，我们律师来看一下，是不是总共有10个球？分没有问题啊。好，律师见证一下，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先来缓和一下我们的气氛，因为今天还要送出一台汽车，现场气氛相当紧张。律师，你本身看不看足球？你要去哪里啊？不行拿呢。你要去哪里，年轻人？喜欢的类型呢是贝克汉，还是有点爸爸味？你要去哪里？皮丹呢，还是进来，那报纸不行了。哎呦！万人迷贝克汉，可以算是我们律师也算是辣妹一族了。今天呢，通过我们这个答题啊，序号总共有50798、50798。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在这5万多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当中呢，我们来抽出了最幸运的，答对了还可以拿汽车。现在呢，我就从0号倒着回来，把这个需要球丢给我们的姚洋姐姐。好，开始哈。来，第一个是我们的0号。好，0号放进去了。再来是我们的9号。好，再来是我们的8号。再来是我们的7号。第个要死个咧。再来是我们的6号。第一回大粒的哩，平时嘛会大。再来是我们的5号。再来是我们的4号。再来是我们的3号。再来是我们的2号。哎呀，是我们的1号。啊，你就直接互伊用钱啊，叫伊去结我。好，律师确认。在这边呢，在我们开始开奖之前呢，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宣布一下呢，我们这不是乐透开奖啊，我们不是乐透的开奖，希望这个大家不要搞错，绝对会开出36号。你来做爱文啊，噻？好，球出来了，球出来了。平时有大粒的，要来出去食。看看各位是哪一个幸运的数字？哎，还没有上来哦，非常的顽固，也非常的紧张悬疑，会不会到晚上12点个位数还出不来呢？个位数出不来的。这个相当个位数出不来的。来，个位数，好，出来了。哎呦！相当的悬疑，个位数是我们的2号。好，这是我们的个位数，来律师把2号放回去啊。好，恭喜2号得主，你已经打败了9个人了。再来抽出我们的个位数。记得。好，是我们的3号，也恭喜我们32号，尾数是32号的人呢，你已经打败99个人了。来，我把它放回去哈。接下来是百位数字，来了，百位数字啊，有杠的在下面，是我们的9号，所以说尾数是930号的，已经打败了999个人，我把它放回去啊。再来是我们的千位数字，来，我们的千位数字，跳舞啊，要跳舞。千位数字是我们的0号，好，我把0号放回去。好，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总共呢有50798，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出现的数字呢，这里呢，把你亲一个好不好？0到4号。爸爸跟你亲一个好不好？好，0到4号才是。好，所以说呢，爸爸亲一个好不好？我们出来的号码呢，只要高于4号呢，我们就淘汰出来了。好，来，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得主到底是哪一位？开奖！哎呦！开奖！哎呦！2号，当仁不让，连捐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是2093，马上接。相当的幸运哈。好，关掉。所以说呢，我们的幸运的序号就是我们的20932。来，我们请我们的律师来帮我们输入我们的幸运序号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独得一台汽车。好，出来了。拜拜。所以说他现在的手机的号码呢是0922369399。来，律师，我们前面已经出来了哈。啊，您可以核对一下这个号码呢。我们后3位因为要保护这个说我们的参赛者呢不会有任何的麻
序号跟我们的手机号码对不对？不行拿来，你妈妈的东西你不行跟他拿。你妈妈的东西。好，恭喜我们这位幸运的得主，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世界杯建军赛足球，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的律师，谢谢，恭喜您。哎呦，跳舞啊，跳舞。有没有听到啊？干什么？跟我一样。哎，乖乖，今天下逼我要吃点药。你会吃半颗就好了。吃一颗。吃半颗啦。啊，这样要配水吃吗？配水吃就好。张张那个鸡啊！最快的世界杯足球赛战果报道。张张呢？每一进制胜的关键射门。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半，年代不要了，不要了，讲世界足球响宴。没有。收集直播2002，就有机会每天拿汽车，优惠手机，健康卡。5月31与世界杯同步开打。对不起，拍谢，我理解，生气了，你这个就会生气哟。这个就会生气哟，喂，我知道回了，哎，你在哪里？哎呦，喂，你在哪里呀？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在年代电视台，哎呦，东东呢？他观赏64场比赛，亲眼目睹所有。哎，是。谢。接下来是年代电视报道。生气了。第8僵局濒临爆发点，江泽民今天晚上出击。回于军售，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台潜舰军事的转变。亚洲3强出赛，中国首义在今天打输了。您知道战机跟是不是有关系吗？还要告诉大家，日本出现自杀手册以及金三角的枪击案。控制卡路里，您可以活得更长寿吗？世足发烧，第一手报道。全球年代，世界接轨，年代新闻全球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全球报道。大陆在这次首度进入世界杯足球赛，结果在首战当中没有那么快的，2输给了 Costa Rica。大陆到底输在哪里？今天晚上我们有详尽的报道。不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大陆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东亚代表来踢进世界杯的国家，但是要告诉您的，江泽民可是不示弱。那么今天晚上最新的状况就是江泽民他在今天哈萨克举行的亚洲16国安全会议当中，他将要分别会晤印度跟巴基斯
领袖。另外，有关于金价的最新状况，我们要告诉您，美元在国际汇市持续的疲弱，向黄金市场发烧。那么目前美国盘来到了每盎司13.29.3美元，至于金价今天在香港收盘的时候上升到每盎司329.55美元。那么另一方面，有关于大家乐透彩的部分，要告诉大家的，刚刚这个已经开出来了。那么头奖啊，只有一个人独得，他是在台北县中部市独得9000多万元。那么好的，我们在今天要来为您报道的世界杯的最新战况，首先来看看在刚刚不到半个小时之前结束的今天3台比赛当中，相当精彩的就是在南韩今天是以2-0击败了波兰，南韩获得了1败的战绩。同样呢，在今天加特别的中国大陆比赛，那么另一方面，日本跟南韩一起出赛，那么日本是打平南韩，在今天获得了胜利。那么南韩呢，在今天的现场报告了南韩总统朴槿惠在现场看，那么第一组目前现在是南韩1胜1败，得球数20球数是0，那么获得了3分的是0胜7败。那么得球数是0，失球数是2，有些有没有夹子？看到了这个南韩刚刚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今天稍早呢整个的结果是如何。那今天的足球战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中国队是巴瑞亚，日本是2-2比利时打成了1-0。不过大家最瞩目的就是在今天有关于就是在这当中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大陆队的部分。那么大陆队呢，在今天可以说呢是出现了第一次出现了，但是没想到。那么我们在看要输掉的这个原因之前呢，大家看到两岸三地都相当的瞩目。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在台北的现场，另外一个是在北京的现场。拿高一点。现场交给北京的林大法。这高谁啊？看到就无啊。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大法正在现场准备。那么另外呢，在台北的快起来，脑筋都有毛，快点注意注意点。在我们联系之前，我们先来看的。因为真腰啦，可以真腰啦，无仪表讲迄个。哎，手来。手举来。你搞到么压的呀？剪刀给我。然后面一点，后面一点。哎，不来你贴。有中北美之王美誉的哥斯达黎加。虽然大陆队总教头米卢心里的盘算4分出现，也就是击败哥斯达黎加，逼平土耳其，以积分4分晋级16强。但是今天大陆队场上的表现明显技不如人。虽然大陆队有胜方优势，但是有好几个角球都没有。现在跟你俩个地巴个墙你个袂使看。保守生涩。阿姨八杯啊。墙啊是规身躯袂使看。球是一个短传的角球。留好做那个那个坡，好那个那个坡。另外在慢慢才不上，无聊个坡啊。他有球到但人。手拿后面一点啊。不过这毕竟是大陆首度参赛，获取经验的哎，手来。哦，那你要放伊哦。发展起步比较慢，未来还有。莫好不管。虽然说呢，在现场啊，可以说看到呢，虽然说是这个来说，还有学习来说受到瞩目。我们在2个现场呢，我们在台北是记者会里，在北京是大法。可不可以请大法告诉我们大陆的球迷在看到这一刻结果呢，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我们把现场交给北京的林大法。今天整个球看下来呢，可以说令不少的这个中国队的球迷失望，因为今天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人独得9000几万呢，真是啊。当然，中国队在未来的这个赛中和。可以说是倍增艰辛。那么这次在首次在世界杯当中表现呢，讲你中和。将有在很困难的路要走。那么其实在冇什么感觉，台北人较济，拢嘛台北咧钓。中和英和几啊届呢？台北话几啊届讲。都正台北话。上的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球队是有些差距的。今天在下午比赛完之后呢，我们立刻中国输了。他们也谈到他们对于这个整个球队他们表现的看法。您觉得今天中国队表现如何？我觉得还比较正常。比较正常。您觉得今天为什么输球呢？还是实力跟经验吧。啊。自己手不来，很慢，爱看。每个队员好像只看着脚底了，他没有整个的视野放开，有好几个球就。这个直接不找他们一棍棍，
哦，那腿胖胖的，胖胖的。爸爸才背。说了，他阿妈就不信。你那个水是昨天的，你去倒进去说话。哎，倒回来，哎，赶快放下。哎，跌倒第一地涨回来了你。不要喝水，喝那个谁啊？别听妈妈叫哎。啊，不喝了。讲新闻啦。喝了。自己这个管理不善导致污染。是。你拿下，我看一下老板拿几个，我看。我看就好，快点。老板给我一个，后来我一个吃掉。我看一下。他刚才给我一个，我吃掉了。这是一个，给你一个大的。他没有切，我吃掉。你是一个大的，圆圆的，真的。他是个应变，今天有一个万安。是啊，放桌子上。你也都经历了，你听到了。啊，不会。有些地方是人车暂停。那么今天呢，事实上总共有北部的6很热哦。同步进行演练的项目包括。很热哦。还有抢救灾爸，那阿贝嘞？阿贝回去了啦，干什么？他回去了。哎呀。OK。三杯。那口伤红啦。哎，做完了。做完了，我去。你看。做完了刚。假冒成工人却不慎掉出手枪，警方抵达开枪袭击，1人中弹，2人逃逸。歹徒趁乱逃跑，躲到地下频道，警方出动回来部队。哦。干什么啦？走开啦，刘鑫。